献的诗歌，信诗298首，快乐快乐，阮来敬拜。512首，人人拢真温存。奉主耶稣的名，今日来敬拜。但请起立，甲你的正边倒边的朋友讲，真欢喜，甲你同齐来敬拜。欢喜，甲你同齐来敬拜。当心情伫我的心，我要感谢，我要学乐，我要来跳舞。哈利路亚。真心伫我的心，我要学乐主，亲像早时代美好。真心伫我的心，我要学乐主，亲像早时代美好。我要学乐主，我要学乐主，亲像早时代美好。我要学乐主，我要学乐主，亲像早时代美好。真心伫我的心，我要感谢主，亲像早时代美好。真心伫我的心，我要感谢主，亲像早时代美好。我要感谢主，我要感谢主，亲像早时代美好。我要感谢主，我要感谢主，亲像早时代美好。当心情伫我的心，我要学乐主。真心伫我的心。
的是是袂较欢喜的。搁一届哦，较有精神的来学了咱的主跳舞，学了咱的主，信心伫我的心，我要来跳舞。信心伫我的心，我要来跳舞，亲像早时代变好。信心伫我的心，我要来跳舞，亲像早时代变好。我要来跳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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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来跳舞，亲像早时代变好。哈利路亚！阿门。轻轻听，我要轻轻听，我要专心听主的声。轻轻听，因为轻轻听，我的牧者领入我的声。伊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一心只听从主的声。伊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伊的油淋伫伊的声。轻轻听，我要轻轻听，我要专心听主的声。轻轻听，伊的轻轻听，我的牧者领入我的声。伊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一心只听从主的声。伊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伊的油淋伫伊的声。伊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一心只听从主的声。伊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伊的油淋伫伊的声。伊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一心只听从主的声。伊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伊的油淋伫伊的声。
的主。你是我的主，引带我行这路，坎坷也平路，拢是你的保护。万人的其中，你听我紧劝我，因无变我的灵魂，一生啊，你的祝福，一步到一步，拢是阮的路，你行的手，扶着我的脚步，一步到一步，拢是阮梦的路，你行的手，牵我行一条你心路。我一个来宣告。一步到一步，拢是阮的路，你行的手，扶着我的脚步，一步到一步，拢是阮梦的路，你行的手。牵我行一条你心路，一步搁一步，一步到一步，拢是阮的路，你行的手，扶着我的脚步，一步到一步，拢是阮梦的路，你行的手，牵我行一条你心路。你听的手，你听的手，牵我行一条你心路。听阮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阮何等的福分，何等的稳定，通行这条稳定的路。主，阮感谢你，是你一步一步引带阮的脚步，是你一步一步带阮行这五梦的路。主，阮伫遮要献上阮的全人全心，我用全人甲全心甲真实来敬拜阿罗你，因为你是拯救我的上帝，你是牵着阮敬拜的上帝。主啊，感谢你，守住信心踮伫阮的心，当信心伫阮的心，阮就要来阿罗你，阮要来敬拜你。主，日日信心来引带阮的脚步，互阮来亲近你，互阮会当记得你对阮的恩典。主，阮感谢你，感谢你，阮要听你的话语。今仔日阮要听你的话语，你是阮的大牧者。搁一摆用你的话来拍动阮的心，互阮焦躁的心会当柔软，互阮会当明白上帝你的旨意，爱阮做的事工。主，阮感谢你，引带阮的脚步，阮安尼敬拜、学乐、祈祷，是靠主耶稣的名。阿门，哈利路亚！将一切荣耀归于咱的主。大家请坐。
我的心真真全无听候上帝。我的拯救是对伊来，独独伊是我的石盘，拯救我的。伊是我的关台，我袂大摇动。亲爱兄弟平安。即条咱用吟诗来学了主上帝，信息298首，快乐快乐，原来敬拜，请兄弟起立吟全首。请坐。咱同心来祈祷。至圣也巴别上帝，我很感谢你，我很感谢入你的殿，用恶路入你的意。你是牵伫阮的敬拜甲恶路的，你是信实甲公义的上帝，是万王的王，万主的主。主啊，你也是赐平安的主，你是阮上大的瓦靠。求你将你的道路指示阮，求你赦免阮的罪，清起阮的心，互阮的心常常想念你的慈爱，较无你的话，将你的话正做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伫主的厅内底，阮彼此关怀，互相扶持。伫阮兄弟当中有身体欠安的，求主伊伫个大宽容伊伫因，心灵软正的，求主坚固因。有当兵甲出外兄弟，求主看顾因，保守因出入拢平安。听阮的主，求你帮助阮入伫心志，搁较侪来跟缀你，更新阮的心思意念。阮将生命主权交伫你的手中，要完全来信靠仰望你。求主保守阮的骹步，往所查着来跑走，行伫主所陪伴的道路，无偏离。有欢喜服侍的灵，有殷勤火热宣扬福音的心志。求主赐予阮所做的事工，一切拢会使顺利。阮相信主会听阮的祈祷，为阮陪伴一个合主心意的牧者，来无永远。阮若要
为阮家己诚做好的羊，才会使甲主所拣选的牧者有好的配搭。主啊，你的听是何等的长宽关心，由主的听来充满伫阮的中间。有听的所在，就有主的同在。阮的确要活伫主的同在内面，阮一生会使学习主听的款式，诚做你所欢喜的囝儿。阮安尼感谢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得胜的名来求，阿门。煞者，咱来启应。启应文55篇，马太福音第6章。启应文55，马太福音第6章。伫信息后面1099页。现着我来启请兄弟来译。毋通为着恁的性命要食什物，要啉什物得操烦。性命敢毋是比食物较重要？恁看空中的飞鸟，因无种作，无收成，嘛无囤积粮食伫仓库。恁敢无比因较贵重？伊若着因为要穿啥物操烦？不过我甲恁讲，连所罗门上荣华的时，山野的花草，今仔日得活，明仔载互人迄个火炉。伊敢袂阁较甲恁装塔，所以恁毋免操烦讲，阮要食啥物？遮个拢是外邦人在追求的。着先追求伊的主权，甲伊的旨意实现。所以，毋通为着明仔载操烦。这些一日的艰苦，一日长。煞者，咱要请同心团契来献诗，今日要献的诗是：人若拄着忧闷上悲。心感谢你。
感谢同心团契充满活力的声，带咱来敬拜阿罗上帝。即条请会，请遐这起立，咱做伙用使徒圣经来做信仰告白。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温柔来到人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过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父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生活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灵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妹，感谢请坐。接下咱来共读上帝的话，记载伫箴言第6章第6节到11节。箴言第6章第6节到11节。边端的人啊，你着去看狗遐受伊的行做，通得着智慧。伊无头目，无感动，无时大，抑搁伫夏天被扮因的食物。伫收割的时，即阵伊的美牛。边端人啊，你要困到伫时啊？你啥物时困醒起来啊？搁困叠啊久，搁面叠啊久，双手体叠啊久。你的丧香要亲像贼来，你的欠缺亲像穿正甲的来。以上。即条咱要请陈牧师来有咱进度，伊今日要进度的题目是高下的启示，将以下的时间交互陈牧师。请咱三甲阿头来祈祷。天父，阮的上帝，阮感谢你，阮会当三甲组织。以主你的名所设立的罗州教会，愿三甲同心合意来敬拜阮的上帝，用阮的心，用阮的真实来敬拜你，嘛穿圣洁的装他来到伫主你的面前。主求你检察阮的内心，看阮有啥物歹所行啊无，若有，求你赦免阮拢总的罪过。阮无下垂的心来向上帝跪拜，嘛向上帝来尊重。主，愿你踮伫阮的中间，你的圣神充满阮，嘛叫醒阮要困去的心灵。阮搁一摆来听上帝你的话，通过你的教示，互阮得到大的帮助。安尼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尊名来求，阿门。啊，即摆大家平安，真欢喜，咱个三个见面吼。啊，今仔日是6月的最后一个主日啦吼，后礼拜就进入7月，哦，差不多真侪学校拢准备咧放暑假，哦，叫热，啊，嘛开始进入。夏天的时间啦，吼，啊，咱嘛有感受到讲气候的变化，啊，所以啊，可能厝内若无吹冷气吼，会感觉啦，冻袂掉吼，业长来讲冻袂掉，有影，迄较受影，外面的日头吼，日头讲赤夜啦，啊，水人安那，啊，身体嘛要顾好，因为吼热甲寒，特别对咱年岁较侪人啦吼，亲像我啦吼，我无讲咱别人吼，亲像我吼，拢爱特别注意啦吼，特别咱爱
照顾好家己的身躯啦。好，今仔日咱这段圣经，可能全部圣经内面，敢若箴言第6章，有咧讲到狗遐啦吼。好，啊，毋过咱的中文叫做啥？蚂蚁哦，啊，翻来嘛怪怪吼。啊，毋过狗遐迄个狗吼，哦，叶长老，国语，嘿，你要讲国语，嘿，嘿，对，你才头都搞掉了，安尼这台语有通嘿，狗遐，鱼头都遐啦吼。咱兜有狗遐无？啊，你看来狗会安怎？甲伊耍，哦，足歹心诶，都甲做伙死安尼。哎，会感觉真讨厌，会袂？后来有一摆吼，我甲我诶牧师娘，啊，阮就迄阵啊，搁咧牧会啦吼，我叫我搁咧牧会，啊，袂退休，啊，用拜一的时间啦吼，因为规礼拜无用啊，特别礼拜日上无用，啊，拜一就安尼忙里偷闲啦吼。啊，车开咧，啊，阮就去到内湖有一个所在叫做大沟溪，捌去过无？捌去的举手。哦，啊，偌济人也捌去吼，啊来，迄个东兴团契也是双人团契吼，办一摆旅游，去遐行路，坐捷运会当坐到迄个也做啊大湖公园，啊大湖公园，哦，啊，再小行路一下。行一条路吼，长长啊，无介远啦。然后到迄个大沟溪了，开始爬山，无介行，啊，规条路拢溪啊，一条大沟溪啦吼。啊，去到顶悬无介远啦，差不多20分就会到啊，行会到无？会啦，吼，啊，迄袂喘啦吼，嘿啦，会喘表示你有流汗，啊，顶悬有一个。瀑布，介水，吼，啊，就差不多伫遐，还佫凉亭啊，安尼吼，啊，伫遐会当野餐啦、啉水啦、开讲啦，啊，要伫遐活动嘛会使哩，吼，啊，莫用拜6礼拜去，拜6礼拜爱做礼拜吼，拜6礼拜拢会较济人，吼，游客会较济，啊，咱就拢营营啊，吼，拜1到拜6拢咱的时间啊，对不对？吼，毋对了除外啦，吼，伊头家人爱上班啊。啊，所以就若咧上班的人就无法度，毋过咱若无上班的人，利用时间去遐行行袂歹。啊，迄摆阮去嘛无介册啦，啊，就伫迄凉亭啊吼，要坐来休困。看到一阵狗遐，你知道？哦，我嘛真少看到，哦，就种伫野外吼，啊，因咧无用咧光一粒饭粒啊，敢若一粒尔轮流。哦，啊，就安尼念伊传落伊安尼，啊，我就伫遐甲注意看，我无甲做事啦吼，迄毋是阮兜啊，我咧甲观察啦吼，迄狗遐吼，甲迄个饭粒啊，吼，刷入去伫迄个洞穴的内底，迄用真长的时间哦，啊，应该嘛注意着阮咧甲看安尼啦吼。啊，就特别安尼认真演出啦吼，啊，所以摆我观察看了嘛，真侪感受咯。转来了，我就赶紧并圣经讲，倒位有记载狗遐，我印象中敢若是箴言吼，啊，所以就我并着第6章，就是今仔咱读这段圣经，提到着狗遐对人的启示。所以我拄来问咱大家讲，咱兜有狗遐无？大家讲有，啊，大部分拢伫啥物所在？眠床顶哦，无可能啦，眠床哪有可能甲你？除非你拢食糖仔伫眠床顶吼，大部分你是灶骹，啊无是客厅，啊无是涂骹，有揽物件的时阵啦，对不对？啊，狗遐贪啥？贪甜。毋过你会感觉真奇怪，有当时啊无物件呢，嘛有狗遐出来咧扫，哦，因为伊咧找，啊伊嘛爱啉水，
有水的所在，伊嘛会想要去吼。啊，所以无论伫野外好，伫咱的厝内，咱会看到真侪狗遐。只要好好食的物件，特别是甜的物件，若小无注意的，真的哦，你若小落一个甜的物件，伫桌顶也好，狗仔就驶来啊。哦，伊会小报啦。哦，这一顶狗仔就活来。咱知影全世界拢总有几种的狗遐无？我有去 Google 啦吼，讲有18000外种，你无法度想象吼。你有影看到狗有迄大只有无？啊毛足细只的，啊毛的红的有无？啊无咱有一种瓷砖叫做红蚂蚁瓷砖，我敢若因的代言人啦吼，你听因讲过，所以有1800外种啦。毋过大部分的狗遐，伫咱台湾头300几种尔，都真多啊啦。大概因的组织啦吼，因应该是母系社会啦。以后，来伊阿讲叶长老，以后，毋是以后哦，叫女王哦。啊，毋过狗遐就迄个遐休，怪怪吼。你讲女王就对啦 ，Queen 吼，以后算因的首领就对啦。咱微博做嘛是拢母系社会啦，阮自己嘛是呢，拢母系社会哦。所以女性是真重要，有诶拢对妈妈会生，你知道？美丽姐在咧顶头，因查囝都伊会生，后来所以。有遮尔侪种的狗仔，母后以外，毋係以后啦吼，啊，佫有即个公姨，就是咧做工的，当然嘛有迄个雄姨，有公的，有某的当然嘛有公的，无免死拖，对毋对？差不多就是有遮嘛有迄个兵姨，都准备咧攻击的，有咧做工的，大部分拢是公姨较侪啦。好，所以咱就想着讲，上帝咱会想要做。狗遐即种，你感觉狗遐对咱人类有啥物好处无？讲有人咧浸狗遐做酒，有个人会甲迄个怪昆虫昆虫安怎讲？糖拖摕来做酒有无？浸酒啦，比如啥物？牙缸蛇嘛会使着。迄足补的呢，有人咧浸迄个家雀无？有无？应该无啦吼。芳啦，对，对，有人浸狗遐无？无。所以对咱人类有啥物利益？上天咱要创造即种的虫拖昆虫。咱就想无，毋过咱想到就讲圣经的中间有找着。伊的用途啦，就是咱讲的箴言第6章，好无？来，咱做下读，讲贫惰人啊，你着去看狗遐，想伊的行做，通得到智慧。过去是讲懒惰人啊，你去查看蚂蚁的动作，就可以得着智慧。意思是讲。你去看狗遐，你会当得到啥？智慧。咱今仔日就真正要来想这个问题吼。狗遐不但有用途，伊的用途之一，讲要互贫惰的人安那得到智慧呢？来，贫惰是毋是互咱真头壳疼的代志？咱先来讲，什么叫做贫惰来？你感觉你是贫惰？贫惰的颠倒变叫做啥？骨力。迄敢若一种形容词，毋过嘛爱有家己小做一个界定者，家己什么叫做贫惰啦？咱先讲贫惰的，啥叫贫惰？起来拢无爱自配，转来就衫裤
麦啊，黑白片哈对。烂烂吼，面大个烂烂啦，对啦，迄有刷入去的啦吼。啊，恁福村敢袂呢？袂啦吼。这加来师莫讲。啊，懒死啦，对 ，lazy 啦，吼，英文是 lazy 啦，查甫人较会安尼呢，对，当下都忝嘛，对，啊，麦啊乌白蛋，对，啊衫裤乌白蛋。是不是呢？好，啊个来咧，啊个什么做懒死？啊个啥？头壳拢无爱洗，身躯嘛无咧洗，对袂？有当几啊工才洗一摆，吼，化过拢有味的，是不是呢？哦，啊个啥？拖刷嘛有对，叫你紧做个嘛，去等一下啦。哇，咱拄头先个嘛讲。搁困伫腹久啦，有无？叫你起来，搁毋起来，搁等一下啦，等一下呢，等一下呢，吼，啊，迄人吼急性的人，也是讲骨力的人，看到这种咱是拢安那，头壳疼，对不对？好来，这就是叫做有咱有一句话讲吼，啊。病单无药通救啦！你知影病单不但无药通救，甚至是愈来愈歹。你看咱即摆现代人科技愈发达，即摆叫做 AI 啦。什么是 AI 哦，机器人啦，人工智慧啦，吼来，对，也是一个缩写啦，吼啊。真正呢，科技愈进步，啊人就愈安啦，愈面大啦。所以有人讲科学家拢是面大人啦。你再去发明这有诶无诶，对不对？诶，你莫讲后摆 AI 怎么医生嘛失业呢？哦，好像你这个赛机车嘛失业呢，后摆拢是无人驾驶，AI 哦，啊你看医生是机器人咧，甲你看呢，甲你开药啊呢，甲你诊断呢，咱拢会失业呢，哦，所以这个时阵，这个时代是 AI 科技的时代啊，哦，即摆人拢会感觉讲，我会当省真侪劳力、真侪时间，哦，不过你也知影讲，即摆产生真侪。后遗症就是什么？病毒。系啊 ，AI 就甲我寄被啊 ，AI 甲我寄衫啊，对不对 ？AI 替我煮饭啊 ，AI 替我洗身躯，我干那入味就好啊，哦，替我洗，偌好咧，替我掠零，是不是咧？哦，以后嘛免娶某啊，对吧？啊无娶某要怎啊？娶某替我煮饭洗衫，嘿，迄有翁就是安尼想咧，哦，啊替我生囝，啊无 AI 袂生囝啦吼，嘿，所以科学愈发达愈进步，人就会安那愈贫惰。后来有一个贫惰的故事啦吼，替我看到，我感觉真是，这是。咱咧讲一个讽刺吼，讲有一个人捡到一个亲像卵较大粒，差不多应该是鸡卵还是鸭卵迄种卵啦吼，嘛毋是鸵鸟，都足大粒的，后头鸵鸟搁较大粒啊吼，反正像卵较大粒，毋过伊的形状亲像切啊豆腐，咱有人做种田的无？恁食的米是已经迄个壳掰掉啊，哦，都拢做细了，对不对？哦，豆腐啦，啊，毋过亲像卵较大粒安尼啊。啊，就感觉讲，哪有即种物件啦吼？感觉讲这足宝珍奇啦，宝贵的物件啦，毋捌看过嘛。啊，伊感觉讲，即个捡到人感觉我一定爱送互当今的即个
鼓，哦，因为鼓是咱即个国家上尊贵的嘛，只有伊会当安尼得到即个宝物啦，所以就紧去献互鼓。啊，鼓看到即个物件，哎，这是啥物件啊？真奇怪，哦，啊，到底是好啊歹？伊嘛毋知影是讲是毋是怪物，内底毋知有藏啥物无？啊，毋知带互我知会啊袂啦吼，所以就赶紧请这专家学者来鉴定啦。讲恁来甲我鉴定看觅，即个到底是啥物物件啦？都形，就是切啊嘛。啊，毋过迄个形状就是软共较大粒安尼。毋过这专家无一个人会当甲伊讲迄是啥物件。后来有人讲啊，我想着某一个庄内有一个真老真老的老人，哦，检查伊知影这是啥物物件，对不对？就是讲伊较济岁人啊，哦，这可能古早有诶，啊，去大家问看觅，我讲就紧派人甲伊这个老人请来，叫迄老人吼，规头毛拢白苍苍，哦，安尼，啊，双手拢举一支管安尼，慢慢啊行。啊，行到古面前安尼啦，讲来，你甲我看觅，即个怪物，吼，到底是啥物物件？啊，这个老大人吼，看了搁看，讲哦，我毋知影呢，讲歹势，吼，啊，讲哈，连你嘛毋知哦。啊，好啦好啦，别紧，我搁找。毋过等伊安尼讲，这老人讲，别紧啦。虽然我即摆毋知，毋过我想，我的爸爸应该知影，哈哈。啊，你早老还有老爸哦？安尼啊？讲听了好，好，我请恁爸爸来，安尼，请恁老爸来，安尼。哦，我就赶紧派人去请，伊是讲，这个老人就惊人去看啊，对毋对？啊，因老爸可能爱用光的来，你知道？哦，结果哦。这个老人的老爸一个来吼，嘿，比较少年呢，哦，啊行路佫比较紧呢，敢若摕一支管呀，安尼啦，哦，啊就叫伊讲来，你看觅这是啥物件？这个老人的老爸啊，哦，伊讲吼，我嘛是毋知，嘛摇头啦，哦，不过伊讲我虽然毋知，毋过。我知有一个人一定知，伊讲迄啥物人？迄人是我的老爸。哈，哦，讲有要分到。啊，这老人的老爸都毋知啊。啊，你的老爸佫得嘞哦，按着百几岁啊。我一定真老啊啦，对不对？哦，来，无你请恁老爸来，安尼这老人的老爸的老爸因阿讲就对了。想袂到迄个老人一个来吼。这个应该是百几岁啊，健步如飞啦，拢无举拐啊，愈老愈少年，有影，手拢无摕拐啊，讲惊一个讲哈，这是老人的老爸的老爸，嘿，哦，讲哈啊，所以嘛爱叫阿公啊吼，有影爱都摕出来看，这老人看到这个物件，目屎拢流出来，哦。我太久无看到这种的册啊！伊才知我是册啊！我哈，这若亲像两个物件是道具哦，是册哦。这老讲啊，这是毋是足珍贵的物件？伊讲无啦，这普通的册啊，哪定啦，啊，无啥物特别啦，吼。啊，伊就问啊，啥遮大粒？伊讲对啊，这嘛无啥物特别啦，迄是我细汉时逐工咧食的册啊。吼，迄个时阵拢遮大粒，食册啊，食两个。毋过后来吼，迄人啊愈来愈面大，岁头愈来愈细粒，像咱即摆遮细粒，啊，就是人面大的关系啦吼。电动有影无影吼，喊过安尼啦吼，毋过恁着罔听啦吼。牧师罔讲啊，你着罔听安尼吼，笑就好啊啦吼。迄个叫做变淡啦，人变淡，所以册啊就安那愈来愈细粒啦。所以今年做这甲咱讲，人看到狗遐，看到因的行做、因的动作，你着智慧啦。
要得到什么款的智慧？头一项，你会看到因合作、温群，通力合作、温群做工啊。教业中间是毋是有迄个频段的教业，我毋知啦。毋过我亲像我拄仔讲去大公司看到，我无看到迄个教业讲听来伫咧休困纳凉，会通的，翘脚咧追求的，无，因真正是安尼通力合作，检测有频段啦，频段就是可能还伫洞穴内底咧困的，迄咱看袂到。毋过出来咧做工的，拢是尽因的本分，对无？因做这拢是公益啦，做工的教业，因无一只是迄种安尼要趁，要食毋讨趁的啦，游手好闲的，我要看到一个漫画，讲有两个人，苦咧看涂骹的狗仔，伊看到这个狗仔讲因足可怜的，因感觉这狗仔拢无思想，嘛无咧讲话，对无？头壳毋知缀什么物件安尼啦。忽然间其中有一只狗仔家庭，一只狗仔讲：你看这两个人，这两个家伙，是毋是足像白痴啊？咱看狗仔，因咧看咱，迄漫画安尼写，都画图出来讲，你看这两个家伙像不像白痴？人因就是骨力咧工作，咱家己咧共批评，会袂？有当咱看人咧做工嘛是安尼啊，对无？家己歹做，搁咧共批评，会安尼无？会啊，咱个比狗仔较骨力，无啊。狗仔咧工作是迄种团结合作的精神，因拢是安那小济呢，争先恐后啦，无像人类啦咱拢惊讲我若做伤济安那，去用占便宜，会袂？你若做伤济，讲你戆的啦，你无做人，别人会甲你抢去做，对毋对？你看咧狗仔咧搬物件，只要若有空芳，随时都狗仔补起哩，绝对无咧计较啥物人做较侪，啥物人做较少。因无论搬偌大项的物件，行偌远的路，因无人停落来休困。因配合了真好啦，所以无一只讲我忝我行袂去我小休一下。换做换咱人咱就一句讲，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安那，还没那么快啦，抬水喝，三个和尚就没水喝了啦，愈侪人就愈安那会轻分啦，对不对？好。我万人拢学习教遐即款的精神，合作的精神，无分彼此。只要是你看到的，你就捡起来做。没有什么人来做免，咱就是做，大家通力合作，温群做工，无论做什么，拢有合一的心，共同来复兴咱的教会，安尼好无？好。咱千万毋通讲，这是牧师的工课，这是啥物长老的工课，这是啥物人讲？分甲足清楚。我捌听到某一间教会，毋是咱教会啦会会友咧问长老讲，咱请牧师是要创啥物？伊想想讲，牧师至少会当替咱拼本数。我真正听来呢我是不是模样的就哒哒滴哒哒滴哒哒哒哒滴哒哒本书车来啊！牧师来赶紧甲本书安那，会去答，因为日是本书车未来啊！长老交代牧师今仔日这本书你会记爱拼咱无分彼此啦，无轻分啦，这叫什么？
通力合作，温群做工。第二项，教遐的本领就是啥物？有两项，哦，就是发挥本领啦。哦，发挥本领，伊的本领嘛有两种，哦，头前就是会当第真重的物件，再来第二项就是伊知影转来的路啦，迷途知返。我有真侪上帝所赐的本领，你知影无？你看伊细细只，毋过伊会当派比家己重5倍的物件，这叫做潜力。譬如讲，咱70公斤，啊那5倍就偌重啊？350公斤呢？你捌看到迄种大力士无？有无？我通常拢做武盾大、高强大汉，对不对？嘿，有你看伊瘦瘦啊，啊，细细啊，真有力呢。哦，狗也就是即款的潜能哦。所以一个人来当派5倍比家己较重的物件，咱讲迄个人叫做大力士。哦，谁那狗也有即种的本领？伊不过是发挥上帝互伊创造互伊的本领来定嘛，与生俱来啊！因为狗仔逐工咧工作，逐工咧排伊的食面，等伊的洞穴，等于是逐工拢咧练什么？就练对。哦，咱即摆有真侪人去重训，哦，对不对？你若逐工练，你着安那愈来愈有开力。第二样就是知影路倒转来，迷途知返。有一个生物学家捌研究狗遐即种的秘密。为什么狗遐行偌远的路，伊拢会晓找倒转去的路？有人研究的结果认为讲，狗遐亲像外星人啦吼，因为一种的电波，比如讲因头壳顶有无，用两支迄个须，就是因的天线，哦。因会发出电波，迄就是因的收发线，哦，因靠即种的方式来保持联络啦。所以咱拄讲迄个漫画讲，即两只狗仔头壳毋知咧缀啥物啊吼，若不要讲话有无？然后你看到因如到下安尼接触者有无？迄其实就是咧交谈呢，哦，就是发电波呢。所以因知影，哦，因靠即种方式。而且嘛有人认为讲狗仔会分泌一种的乙酸，哦，所以要转来时，伊就照着迄个乙酸知影路。你像种狗仔嘛共款啊，谁那狗仔在哪行路哪放尿，有无？伊会闻迄个味啊，哦，闻味就知影讲要转去的路啊。真诶呢，迄拢是上帝创造人。创造这些动物，这些昆虫，因的特别的本领啦，所以有人认为讲，嘛有人认为讲，狗仔会晓光向光啦，有即款的本性，用光的方向来分别因要转去的路线。这拢有可能，拢是这昆虫学家、昆虫学家、生态学家因所研究出来。不管讲对种的讲法则对，至少咱知影。狗遐知影路倒转来，对不对？因若迷路，因会晓倒转来。嘛，因有即种本领，所以因永远袂失去。其实用安尼来看咱的人类，人类若即种的光的本领有无？咱嘛袂有迷信的。耶稣讲，我就是世间的光，有无？耶稣安尼讲，耶稣约翰1章第9节有无？有真的光来人的世间，得救万人啊！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所以咱有这种明光的本领，迄个光就是什么？耶稣。伊就是引带人类，追求万美的主宰，专营真神的源头。
所以啊，姊妹，咱拢是迷失的人呢，迷路的人，叫行倒转，是不是呢？耶稣咧找咱啊，伊是真光啊，咱就要找到这个真光啊。好，最后唱，为着冬天准备伊的粮食。圣经啦讲，因温群做工的目的就是望伫夏天结出这食物。第7节讲，因无头目、元帅，无监督、官长，无士大，就是讲君王。要顾伫夏天、热天啦，夏天备办因的食物。伫收割时，结出因的美女。有一个童话故事啦，你讲到一只真美丽鸭蝴蝶，蝴蝶，规个热天即摆热天到，伊拢真快乐咧跳舞，伫遐飞来飞去，真情咧享受啦，等因咧快乐的时，看到遐个狗仔讲：“哎哟，这个狗仔哪会遮辛苦？”做牛做马安尼安尼劳动啊，看为因可怜，你知道无？无亲像阮安尼遮快乐，飞来飞去阮喙焦，阮着来食迄个树叶的汁若巴肚枵着食迄个火内底蜜的芳的蜜，对不对？所以伊逐工真快乐，说真做替狗仔咧可怜安尼啦，感觉因足讲的啦，嘛袂当像咱遮快乐，热天一天一天安尼过，对不对？热天过了就变啥？秋天啊，秋天就安那，花就会安那，谢去啊，孤单，叶仔咧，嘛会冷去啊，落了，对不对？秋风扫落叶嘛，秋风扫落叶嘛，连草啊嘛打去啊。最后所有的食物拢安那，拢无去啊！所以本来这蝴蝶热天的时足快乐，到秋天的时，无通食，所以咧，这个时阵，这个蝴蝶到伫狗遐因兜的窗仔口，看到狗遐因全家咧唱歌，我的家真可爱。美丽清净又怎么样？是安康啦，对，安康就是甜蜜的家庭。也咧享受因的暗顿啦，分享着因热天所搬转来鱼、肉、面包、鸡卵糕，所以这可怜的狗仔，这可怜的蝴蝶。最后就伫迄个饥寒交迫的当中，死在蚂蚁的洞口。这是童话故事啦，啦。不过嘛是咧，互咱真侪的启示啦。所以前面的作者叫咱着看讲狗仔的动作，伊会惊做，上重要就是要提醒咱。咱是毋是伫夏天来准备冬天的粮食？人生嘛共款啊！检查你即摆佫真勇壮、真少年，年轻有力，是你人生的夏天啦。那对于我甲这像60、70个人来讲，还是70、80，咱拢渐渐变做啥？还袂到寒天啦，秋天啊啦。开始头毛会落啊，变白啊，对不对？嘛开始准备退休啊，咱会渐渐进入秋天。毋过偌久是咱的冬天？冬天要到啊呢，咱有到冬天了，咱就安那再见拜拜啊，就转去天顶啊。所以早晚有一天一定会到啊。请问，咱的后场的礼拜、花期礼拜请人较济啦对因来讲较有感觉嘛较有提醒啦。毋过对咱即马
每一个人来讲，你有准备好啊无？你的人生的冬天，你准备好啊无？准备什么？咱永生，你有积住伫天里啊无？你有备好啊无？有一天，上帝来问你讲，愚妄的人啊，我若接你的灵魂，你所积住的，要归你什么人呢？有为着你的性命，将来要去的所在准备好啊未？当你若还未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你着赶紧，主啊，我愿意。我愿意承认你是我生命的主宰，我愿意悔改认罪，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的救主。咱开始来追求，来积住伊生命的将来。三下头来祈祷，亲爱的主，我感谢你，互阮会当伫夏天的时。就到遐来准备阮冬天的食物，也就是着阮人生灵魂的食物，迄个永远活的生命，是上帝你所要赏赐互阮的，阮有准备好啊未？主啊，求你引带阮、照顾阮、祝福阮，毋是只有阮个人得救，我嘛真愿意。阮全家人拢会通得到拯救，阮全社会、全国家、全世界人拢会当接受耶稣基督做阮的救主。那安尼，阮就要得到永远活，是上帝你的囝儿，真实、尽量上帝你所听的囝儿。互阮通过到遐，互阮会当得到好的启示、甲学习。阮来感谢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求，阿门。感谢咱牧师美好的勉励。即条咱来念回应诗。信诗512首，信诗512首，人人拢真冤困，请遐说起立，咱就全首。天
请坐。即条咱同心来奉献，请师会同工来指献。请遐些起立来敬奉献的诗。请坐。煞者，咱来读今仔日的金句。箴言第6章第6节，咱做伙读2遍，请。贫惰的人啊，你着去看到遐受伊的行做，通得到智慧。贫惰的人啊，你着去看到遐受伊的行做，通得到智慧。箴言第6章第6节。即条我来介绍新的朋友，真欢喜咱今日有一位徐氏兄弟兄，来到伫咱中间，伊住伫个北里，对，咱来欢迎伊。伊是台大毕业，然后日本，是在日本，这个是什么？在日本在工作吗？哦，退休了。哦，关渡哦。哦，敲我庆应大学哦，法律系的哦，欢迎徐弟兄，法律系的硕士哈，好，你嘛是进入教会哦，原来是属于林口哦，好，欢迎徐弟兄刚来公智会。北里，对啊，我是说你原属的教会，树林嘛。哦，好，熊山，然后，欢迎你哈。好，那欢迎，我们来唱欢迎歌来给予欢迎，好，徐弟兄。来甲咱做伙来聚会，感谢主吼。毋知阁有新来朋友，咱无介绍到的无？好，煞者来做教会消息的报告。第一项，7月7日主日是开拓教会奉献主日，包括新教会开拓集会经费的补助，特别是咱开拓中也未主日的教会，咱要协助伊。早日来经济独立，正对堂会，请兄弟来关心大道奉献。第二，年度的查小，7月20主日礼拜结束了后，
咱本会财务组要举行2025年顶半年度的项目的检查吼。咱请各单位相关的人员备办账册甲存折来受检。那会计人员请先到银行来负担存折甲利息来入账，并且来配合办理。第三，新安公读经2025年第3季的读本吼，台石头遥望主已经放伫咧招台桌，咱欢迎兄弟来自由来索取伫厝内来读经。第四、第3季7月到9月复习轮值表嘛已经公布，请咱同工注意家己复习项目甲日期，时间上若无方便的，请咱家己来交换，并且爱通知办公室。第五，6月25顶礼拜3咱肖阿玉姊妹甲尤文良弟兄他们是母子，咱有去到伊的府上来举行性别的礼拜，拄5上。咱小会议，有咱小会议长张魔力牧师，有咱荣珍长老、秀兰长老，以及福村执事跟方月会长，还有荣中兄都有出席，为新会友的家庭来祝福甲祈祷。第6月26日顶礼拜4，罗汤秀凤姊妹的告别礼拜已经伫个邦桥的殡仪馆举行，由咱陈一之牧师来主理，淑珍长老淑华执事跟福村执事，还有荣中兄，有代表咱教会来出席，并且向家属来致意甲安慰。第7，礼拜后伫1楼联谊厅的沙发区，咱是把它设置为新人的接待区，所以请咱同工协助，引带咱新人来做入座吼。那其他的兄弟，咱嘛请礼让这个座位。特别每礼拜3暗时8点的读经祈祷会，那请咱大家踊跃来参加，做伙读经守望教会来带导。第9会计报告，请咱大家来看吼。那因为即届咱支出较济，是因为咱有买即个3楼两台冷气，有要到13万块吼。第10，咱欢迎新朋友，毋知肖阿玉姐妹，还有尤文良弟兄，还有罗时宏弟兄有来吗？欢迎你，欢迎你了，跟我做伙来聚会，欢迎你带来咱的老主的大家庭，谢谢。团契消息的部分，暑期的儿童营伫个7月12到13，拜6个礼拜，顶晡的9点到下晡4点要举行。那今日的报名截止，伫6月29到7月12这2礼拜，儿童主日学因遮有要准备真侪事工吼，比如咱教会场地的规划吼，同工的沟通协调，佮有敬拜团康这排练哦，真侪备办的事工吼，咱请咱兄弟来关心带导，奉献支持共同来守护咱儿童的品格甲信用这个部分，咱来做伙关心带导吼。第2，青少年团契因伫8月16到17下拜6个礼拜，因要举行灵修的生活营，地点伫台中。伊对象是青少课的课友，甲国小毕业的学生。费用课友甲教会同工，咱每一个人是800块。若眷属甲会友一人是1600块。报名对今日开始到7月27杂志，毋过若是额满的，就会提早杂志哦。伊的名额是22个人。咱若要报名参加，咱请找咱的红鱼弟兄。集体相通的部分，请咱兄弟来看吼。那为着咱的聘报的事工，佮有咱真侪兄弟的需要吼。最近咱兄弟有欠安有手术的吼，也有一寡治疗的，请咱为因来关心带导。那么为着咱世界的局势甲一寡气候变迁，那么来为因来祈祷。以上，毋知有要补充报告的无？没有，无吼，好。那即条咱来念要面诗，诗诗第396首。搭要送回求助处后，临时说咱请陈牧师来为我们祝祷，请兄弟起立。主。
参加的领受上帝祝福，愿你大家得到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常常甲咱众人三角之地，对即时的教应世代无尽。阿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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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咱默祷闭会。